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今日伫嘉玉青春大会社，邀请到一位好朋友来甲咱分享伊的新专辑哦。今嘛咱就破声个吹了，欢迎黄文新。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新。哇，文新其实距离上一张专辑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了吼。对，无咧，我顶一张这个2016年的是，对，是这个愈行愈勇。7月份对，只是讲宣传较无做了遮尔真足啦，因为中拢去拍戏。对，因为你想拍戏哦，就无闲个，无啥时间啦嘛，无多抽空，无多拨这个时间出来做宣传。对啊，即便这个新专辑爱呐是一张新的专辑的，是因为顶一档戏嘛杀青啊，即摆做新的啊，所以迄当阵戏杀青了后，才有法度做，是讲拄好有这个时间吼，有闲会当来甲这个新的专辑宣传好啊，来甲做一下介绍，互大家知影讲哦。文青吼，这边吼又甲出新的专辑啦，安尼。是啊，讲到这边的专辑无，我感觉就特别的呢。是，这边的专辑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咱有一寡较长辈啦吼，较中辈啊，较中辈，可能较看无，但是文青哦，我这有一个故事啦，文青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嘉港人，对，下港人，然后是屏东出生的，是，当然，这个台语是我的母语啦，是我日常生活，我台语对，我自细汉讲到大，讲到今嘛，赶快也跟你讲，我对有真深的感情嘛，真侪记忆的对啊，因为感觉今嘛现代少年囡，现代少年囡仔，我较爱听国语歌啦，因为国语歌也感觉较流行啊，也感觉台语歌较爽啊。这是一种美术。对，一种美术。因为咱正常，咱这个台语歌拢是用较传统、用演歌的方式来做这个台语歌曲嘛，吼。但是文青呢，因为这边的专辑较特别是，文青是用嘛是较国语流行歌曲编曲的方式，编曲的方式，来表达啊，来制作这个歌曲，要表达的就是，或者现代少年囡仔当听着讲，原来台语嘛当真水，第二当真水，真传统，嘛当这样流行。对啊，互即摆少年仔听着讲，会当互因知影讲，原来这音乐是无分什么种什么款的话啦。是啊，亲像即摆现即摆少年囡仔听国语流行音乐，要到这个韩国的这个流行的音乐，同款啦，韩国你问遐少年囡仔看听有无？因遐话绝对听无什么意思啦，应该是听，伊嘛袂晓讲啦，加讲几句啊尔啦。对。但是为什么因愿意听？因为伊就是流行，因为伊有较接近即马少年囡所需要、所爱的物件。所以这边文青的专辑爱呢是主要要来宣传的一个，要来介绍给大家一个理念，就是讲要互这少年辈会当知影讲，原来台语毋来当水，毋来当传统的当演歌，伊嘛是会当足流行的，对。拄则文青讲的嘛，文青讲的，就是这个台语是我的母语，所以我感觉做这个歌曲，我嘛是有这个责任甲咱台语这个母语甲传承落去，互咱即马现时代的少年仔知影讲，原来台语嘛袂爽，就像因即马做爱看8点档共款啊，对，因嘛是有法度看这个8点档，嘛是有法度接受，嘛是爱看，即摆少年仔。嘛足侪咧看8点档诶，所以我相信这个台语音乐赶快买当影响到这个少年仔，互少年仔愿意去听这个台语诶。对，确实啦，为着阮少年辈来讲有当时比较起来台语歌甲国语歌，伊诶曲调啊、编曲有真正有淡薄无共。对啊，所以讲这张专辑其实咱嘛看得出来，文心里内底非常用心。是。想要讲咧，因为内底家己有写词曲作曲2首歌对无？全部拢家己完成的呢。对。第一首就是我想要登去东时，这首歌是写的对象是写互谁的？写的对象我是要送这个我一个人角色内底张振凯甲叶小秋啦，因两个啦。
因为我伫搬这个，我是演这个张振凯这个角色的时阵，我会记迄天是最后一场戏要杀青啊，就雄有一个感觉，就是心内底有一寡这个音乐一寡旋律，有只 melody 不会出来，对，这个 melody 就出来啊，你知我的灵感就来啊，我就赶紧用这手机啊，把我声音录起来。因为有来写这足紧就袂记哩啊。对，真正诶。等伊了后，我就写词甲写曲。即马写一半，即马暗时我会记困到半暝诶时阵，未完，写一半未完成，迄天未完成。半暝困到2-3点，迄个音乐，迄个音乐甲迄感觉对，有个造旋律。赶快甲留伫我的心肝，我的心肝来啊！一直伫遐一直伫遐安尼踅来踅去我就起来，我就紧甲伊完成。甲伊的词甲曲，剩下一半钟我全部拢甲完成。我感觉迄嘛是因为拍戏互我有一个真大的辅助啦会当互我讲伫这个内底体会到这个角色迄种人生。即有当阵这角色人生嘛是咱有一寡朋友可能身躯边会拄着一寡故事甲代志，拢有。因为我演了足侪人发现讲因为某咪人真正是朋友，真正就是有着感情，甚至是家己亲人伊家己翁婿，对，还是家己太太，拢有。所以这种感情是上界直接的啦，嘛上界深刻的，所以我就迄当阵甲这首歌甲完成，就甲号名叫做我想要回去迄当时。是，其实头拄呼应一下文心头拄讲的迄句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所以不管是歌曲，还是咱看戏剧内底，难免拢有掺一寡咱一般人可能拄会着的故事拢伫内底。所以咱就来听看嘛，这首互文心迄时阵就有感觉的这首歌，我想要回去迄当时。在的残景，记得将阮犹搁牵倒转迄当时。目睭刻亲像有听见，咱的早老的声音徘徊伫阮的身边，夜头寒。才知一切拢是过去。我想要回去迄当时，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世界驶来又驶去。幸福相随，我想要回去迄当时，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着星，予阮的眼轻轻望着你，要搁望开。在的残景，记得将阮犹搁牵倒转迄当时。目睭刻
亲像有听见，咱的早老的声音徘徊伫阮的身边，夜头看才知一切拢是过去。我想要回去迄当时，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是个生来又逝去，幸福相随。我想要回去迄当时，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袂阁放开。我想要回去迄当时，希望时间会当为着咱来停止，停止所有悲伤的空气，袂阁心碎。我想要回去迄当时，免他所有残根秘密的过去，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袂阁放开。予阮会当轻轻讲一声，我爱你。好，欢迎跟登来咱的访问现场。拄则咱听到这首为着黄文兴家己所作词作曲的这首，我想要回去迄当时哦，大家听起来毋知敢有回想着当时迄阵戏剧内底的画面呢？安尼，这张专辑内底，爱若是这张专辑内底，另外佫有一首歌嘛是文兴家己写词写曲的，对，就是幸福伫身边。这两首歌的调性差多济呢？一个是较甜，一个是较苦啦，较酸啦，较酸对啦，酸涩一点仔感觉。对，其实爱情内底嘛是有苦有甜有涩涩的所在啦。好多小可开讲的过程当中，文兴嘛讲，这首歌其实嘛是伫拍迄档戏的时阵写出来，一个人的戏的时阵写出来啊。这首歌就较甜嘛，这首歌写的其实嘛足直白嘛是足白话，大概一看的歌词应该都拢知影，真好理解。因为真好理解对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这个角色的早情呢，甲这个内底女主角自细汉到大是青梅竹马，拢生到顶啦。毋过后来大汉了后，就共款足爱甲创伫迄个女主角，到后来才知影讲原来心内足介意诶，就算细汉诶时阵无了解讲迄段感情是啥物，只是感觉讲两个人是捌字安尼，对啊，都想要甲伊创伫，都想要离边仔佚佗安尼。对，到大汉共款嘛是甲创伫，就是感觉讲是捌字，咱有可能爱着伊，后来较知影讲原来心内真正是有介意，对，迄个感觉就是看到伊甲另外一个男主角这个赵俊雅迄个互动诶时阵。较知影讲哦，原来家己心内底这个上深的所在是介意着伊诶。人总是要有刺激，还有感哦。较知影讲原来幸福是伫我诶身躯边安尼啦。是，对，所以毋过好多家有问一个问题，我感觉文兴就厉害呢，因为伊讲伊拍迄个角色诶时阵，郑恺迄个角色诶时阵，其实伊写就是过来动下。剧情是行甲比较较逼真，较逼真诶。你有法度写出遮尔甜蜜的歌，够厉害诶啊！其实这就是爱等于到我之前迄当阵迄个男女主角迄当阵搬这个剧情啊，但是
这首较甜的歌幸福伫身边，这首我写了差不多一个月，因为迄当为什么写一个月？因为迄当阵的剧情拢一定进入到讲我内底迄个角色应该对有感情安尼。对啊，所以讲较悲情、较悲苦啊！我在准备那个等于是很细的状况，甲你想要表达出来，物件有一点仔落差。对，啊，你嘛知影讲创作写人家这个物件，就是你当下以你当下的心情来写出来，这是会当达到较好的效果。对，而且这个速度嘛，较紧袂讲会拖伤久安尼。所以这条这个幸福伫身边这。拖了一个月，因为我嘛想做者，我伫迄个星巴克坐走3-4道，一直踮遐咧想这条歌的事甲曲安尼。就想要赶紧甲完成，对，有当时啊，咱讲的啦，灵感吼，对啊，难免拢会起时。有当时你今仔这个时阵是安尼，你明仔载的心情可能都无共啊。每一天的状况无共啊。对啊，每一天的状况拢无共，心情无共，所以出来迄个旋律都无啥物共。对啊，所以文心这边家己写2条歌，你讲我刚刚真正做词作曲是需要一点吗？其实功力。对，这么简单的，说我做配偶家的做词作曲的，对老师，因真正是足厉害，所以嘛要甲因讲一声辛苦啊，嘛是因为你才有文心的这边。这个专辑安尼才能诞生啦吼。对，其实每一个唱片拢得之不易啦。对，不管是讲你是作词作曲、编曲，甚至收歌，拢是需要时间。对。那佮加上讲，有当时啊歌手可能要将这首歌表达较完整，伊可能会试做一种无共款的唱法，啊，中有一寡转弯细甲技巧的所在，嘛是拢爱识了后，才有法度将这首歌发挥到上好。所以大家一定爱多多支持正版呐。对，无毋对，真正一定爱支持正棒诶，较有法度互咱遮诶歌手继续传唱遮里好唱诶歌互咱听。好，那呢，咱先来听这首，嘛是同款由着黄文兴作词作曲诶《幸福伫身边》。花蕊，唱着恋爱的
首甜甜蜜蜜的幸福伫身边，毋知影大家听了，敢有感觉到迄种糖甘蜜甜的感情呢？拄则咱有讲到，其实写词写歌拢是一种需要功力的工作，所以咯，这就一定要讲到每一个人的本事拢无共。对，像文心，我印象中你是为歌唱比赛出来，无毋对，无毋对。啊，一路上又个走去拍戏，个有做广告，对啊，即马个继续唱片，对。个等来演戏，个等来。其实我非常感谢天公伯啊，会当有互文心这个机会，嘛会当互我会当继续徛伫这个舞台顶啦吼。啊，因为当阵拄啊比赛，歌手比赛了出来了后，真侪人拢真侪人毋知影拢感觉讲哦，歌手比赛出来应该是一路拢真顺。无，你敢若是先去拍片遐个？对。其实甚至到我发天地这张专辑的时阵，其实个嘛无介侪人知影啦。因为我到即摆在市场就是安尼。对。后来就是文心去拍戏了后，渐渐互真侪人知影讲原来伊叫做黄文心，原来伊是唱天地迄个。因为我会记迄当中有真侪人听过天地，但是毋知影讲是我唱的，甚至嘛毋知影讲我是谁。因为只有看歌手比赛，这个观众才会知影讲你是黄文心。我是忠实粉丝。谢谢。无你其他讲有一寡阿公阿嬷，因可能无咧看歌手比赛，人可能嘛毋知影，毋捌你是谁，因较看做就是戏剧。对。所以你有时你演到8点钟演到戏的时阵，有当时你互因看到，因为感觉讲哇，这少年来像他就明示对，讲唱个天地天地就是伊唱诶，伊较甲迄个歌甲人下做伙在无伊当中，因为我会记我天地迄当阵唱片公司是搭这个，敢若是雅琪林星诶款。明星对，明星也是明星，这也是这明星嘛是足侪咱阿公阿嬷咱一寡长辈有咧看台语戏剧诶，台语戏剧诶人嘛吼，族群所以可能因有听过，因为我会记当阵天地敢若搭这个片尾曲，搭3个月，对，搭3个月，真久这算真长，无正常拢1个月尔。对啊，因为有当时刚刚头尾歌曲对，换做去，所以大家较无啥物印象，但是迄条歌搭要3个月，所以算观众嘛有淡薄有印象遮的阿公阿嬷长辈嘛有印象，毋过就是毋知影人到底是啥，对，听好就过啊啦。刚刚迄歌好听嘛无条个月去吹的，真正有当时要包到家己我去演的时候，大家知影讲原来这首歌是我唱的，原来原唱者是我，嘛是之前到演一部叫做《艋舺摇灰》，甲黄灯我到林依信演的嘛，即嘛内底迄当中我会记有一首歌，我天地专辑内底有一首歌叫做《三心两意》，其实迄当中郑玉嘉，对，是我不应该把伊伫我心内。这首歌多好听我来讲，迄当阵甲无人知影，迄当阵我会记数位榜 KKBOX 天地是60几名吧，50、100名饭内嘛，伊是60几名三心两意敢若90几名。甚至到无日本，后来就演迄部戏，就是我迄个角色叫做老祖贤哥，我一出来就是主题曲，对主题曲，迄条歌就播出来，就随播上。所以你一天听到迄首歌，你只有看迄个插曲，迄个艋舺摇灰，就拢一定拢会听上至少有3遍。对，所以安尼差不多要正半年的4个外尾的时间，后来迄首歌无缘无故的，大概都拢请起来，我嘛毋知影，但是安尼这足奇怪，所以有的时候对，毋过我这嘛是我了解到讲，原来演戏嘛是真重要，互大家更加了解你，更加知影讲原来伊就是黄文心，煞会甲去演阿爸的愿望的足侪长辈
啊，一寡阿公妈说，哎呦，黄鸿升啊！我有去过看恁拍戏的现场，因为你拄啊离阮迄庄卡遐。对啊，我手机啊，还有你迄时阵的相片哦。菜市吼。对啊。迄当时做乌的。离迄个什么呀？公园边的。对。俊拔因啦，对，俊拔因儿子啊，所以讲，我感觉拍戏嘛是对我影响真侪，因为若是要拍戏，可能到即嘛无多发这个专辑吧，可能到即嘛大家拢演戏甲唱歌拢是相辅相成，对，互相帮忙，拢会当帮忙。对，因为毕竟展现的物件无共款，对，你歌声较好，有当时你无一个宣传的舞台吼，对啊，对于歌手来讲嘛是较食力。拄啊好佳哉，拄啊天公伯，拄啊真好，互我戏行演拄啊好，演戏就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宣传，因为伊戏一演拢真长久嘛，拢讲过啦。可能至少要半当，对，拢至少要半当哦。不过拢是7-8集起跳嘛。对啊，即马拢无，即马拢长寿剧搁较长。对，100几集，100集安尼。所以这无形中就是互大家看到，对，互看到你的机会。对，然后看到你对你的印象嘛，会当加深安尼。所以我感觉嘛是因为安尼。互文青才有这个机会，当继续画片，互大家知影讲，会当甲会记哩文青，嘛是一个演员，嘛是一个歌手安尼。是啊，其实要演歌试双栖吼，我感觉是真正做无简单的呀。尤其咱即马讲较实在，艺人愈来愈侪。对啊，你平台嘛愈来愈侪，有当时也是一个1万年尔，就马上无去啊。要安怎行较久哦，总是真正要有家己有一寡本事甲才调才有法度诶。你看我之前，我甲拍一个电影，拍一个金蕉片，大概金蕉片嘿，我知啦。交往，对，就是底下是做着中辈，我知迄个拍我知影啊，毋知伊原本的名是啥。对，知有看过这个人。所以我感觉演戏，对我伫歌唱这方面帮助嘛真大啦。其实嘛真好耍，对嘛真好耍。各式各样的生活，对，拢无共款，对啊。其实自一路来，假如讲我家己是忠实观众嘛，其实就文心怡的歌唱比赛时阵，就看伊一路上拢非常认真，不管是准备歌曲啊，是讲伊中午家己阁有唱舞蹈里来底，对，真正拢是。非常12万分的态度来去准备这物件，所以我相信讲哦，不管是对于未来发展啊，还是讲伫歌唱、伫演戏各种的领域，我相信伊拢会一个有真好的发展。甲嘛希望讲哦，伊会当继续唱歌给我们听啊。当然嘛是希望。对啊，安尼非常多谢文心来咱的访问现场啊，最后嘛来听着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咱头拄一直讲着，每一个人一定爱有才调有本事。才有法度好啊，来发展着家己的才能对无？是，来，咱就来听着最后一首温馨带互咱大家的歌，本事。